丁卯年6月初4日，天道與素食。馬姑娘講課：人秉天性而生，受日月之照而活。天福地在，其因浩大，猶未完報。實有養愧於天，苦詐於地，如再造傷天害理、殺生害命之時，真是獲罪於天，無所討也。所謂順天者昌，逆天者亡，自作孽，不可活。我們人身為三才之一，即是天地人三才。人為萬物之靈，居萬物之首，具五常之德，當能體天心。上天有好生之德，慈悲為懷，愛護我們同胞兄弟。所謂萬物皆一體，天下皆一家之理，就是說眾生皆佛，只因沉迷苦海，結冤造罪，生死輪迴不息，改頭換面，才轉生六道，受五行拘束，受盡煎熬之苦。故此我們為人即當戒殺，放生為重，做到持齋茹素之為，才是應該。何敢為貪自己口腹之欲，而殺害眾生靈，做下如山冤孽？丞相良心何在？天理何存？如此真是人之異於禽獸者，幾希？故佛云：作善作惡，由心作；成仙成佛，由心成。我們修行如不能有此共識，真是獲罪於天，無所討也。即是說，你已經得罪天地，即使祈禱也無用的。縱使靈能修至運行周天轉日月，登峰造極之成，相信也難達到至善之地，永在生死輪迴之中。五行金水木火土之拘束。古云：心好何不吃素？清口斬斷因果，成為自在佛。我們立願吃素，不煙不酒，不吃蔥蒜五葷，欲求福祉須齋戒，素食長年果蔬鮮，清心寡欲身康健，福慧隨行享天年。多謝大家，請大家支持我，幫我點讚、訂閱同分享，多謝。